夜幕降临，华灯初放，再次云顶在这音乐的海洋，星光汇聚，娱乐动力，时尚脉搏，激情在握，让心灵由此放松的假期，让灵魂由此尽情的碰撞，让快乐不是今晚美丽的化妆，流行时尚动感节奏，激情之夜从现在开始。有请非著名娱乐主持闪亮登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可亲可爱的贵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所有的回响点燃热情与希望，这里是爱的港湾，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今天晚上我们共处一室，欢聚一堂，感受这里今天晚上的浪漫与全新的辉煌。那么正是4月中风吹大地，工作娱乐不分离，欢乐今朝何处寻？不如东海来相聚，真诚的面对面，用心来互换。我是今天晚上您的娱乐上岛达瓦。那么站在舞台之上，代表我们阿巴拉的董事以及所有的演艺人员，对您的大驾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欢迎您的光临。我称为为第一次干就完了。
OK， 那么同样在这里也特别欢迎我们坐落在咱们楼上啊328包间里面啊，咱们亲爱的妈妈啊，这些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寿星啊，咱们的责任站岗的母亲大人还有身边的闺蜜，还有家人，还有朋友感谢光临到我们阿巴拉的现场。那么今天呀，咱们的阿姨是你女儿的生日俗话说得好孩儿的生日也是您的痛日是吧？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也代表咱们的责任站岗对您说一声辛苦了同样我们再一次也祝愿我们责任站岗的家人们幸福平安。同样也祝愿责任站岗的母亲身体健康，这是你的。同样也祝愿我们的寿星责任站岗生日快乐，这是你的。来，此时此刻，掌声音乐为你送上。OK， 同样，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欢迎我们坐落在咱们卡6号咱们的所有的帅哥美女你看，哎呀，这么多帅哥，这么多美女而且甚至连一个喝酒的都没有。你们是从来不喝酒吗？不喝酒哇，怪不得长得那么水灵灵的那么皮肤那么好同样都是一起的是吧？你们都是朋友是吧？刚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那会儿在奇妙时刻我们的美女穿白色衣服的美女是吧？哎呀，跳舞跳得特别的好看，人也长得漂亮无论是舞蹈呀包括自己的笑容呀每一个动作呀都特别的到位当我看到你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相信爱情。OK， 同样的在这里特别欢迎我们所有的帅哥美女，感谢这一如既往的光临。这是自从阿巴拉试营业以来我们还没正式开会试营业以来，这是我见过今天晚上帅哥最多、美女最多的一晚上，真的。今天晚上你看，我们坐在卡6号也好，卡4号也罢激动了，太激动了。那么今天晚上的帅哥真的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美女呢是个个都是长得特别的漂亮你还好意思笑？你让人家看一下吧，你长得开个玩笑，你也好看那么在这里呢，欢迎我们所有的帅哥美女来到渣男。现在的女人就喜欢渣男，我跟你说我就说真的，这个是我们阿巴拉非常优秀的一个服务员真的，我祝你下辈子还是一个服务员谢谢，在这里欢迎我们的帅哥美女祝愿你们越来越好。同样，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愿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昂气中，生阳开朗，四季发财。来吧，这一刻，掌声音乐再次为你送上。OK， 同样呢，在这里欢迎我们坐落在咱们卡5号的2位老总谢谢你的这一份光临支持那么同样也希望你在阿巴拉的现场找到那份开心，找到那份快乐，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压力和繁忙遇到了享受夜生活，享受爱情，享受。你戴着口罩干嘛呀疫情还没结束吗？还是你有病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压力和繁忙，遇到了享受夜生活，享受爱情，享受拥抱的时刻。在这里，希望现场所有的每位贵宾朋友，既来之则安之。既来到我们阿巴拉的现场，我希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放下您的身份，放下你的地位，来到这儿，咱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喝您就放心的喝再不说了我们的美女也站在舞台上等了好久，等得快大姨妈都来了。来，此时此刻，掌声音乐再次有请我们非常漂亮的美女，把一曲好看的舞蹈送给在场所有的朋友。来，掌声有请美女们登场切客。
面唱歌哦。啊？这儿拿点音响唱歌。不要。唱歌嘛。你也笑个地方哈。Baik, Anda tidak menonton pada minggu ini bersegi sama seperti nanti kasih bantu je pada cek. 将其比特过难吧，这个对，感觉其中的人，很同意。Berikut Thank you.